西漢國庫的巨量黃金到底去了哪裏？對於諸侯，朝廷實行就金制，要求各地諸侯在每年長安祭祀時敬獻黃金。漢文帝規定，諸侯按照封國內人口數量，每1000人需獻黃金4兩，500人以上不足1000人的侯國也要獻4兩。西漢不同時期，諸侯國數量不同。漢平帝元始2年20個王國所獻就金為24780兩，相當於漢制1548.75斤。同時期的侯國有241個，即使每個侯國1年僅獻黃金4兩，加在一起是241斤。西漢朝廷1年可收就金1600斤左右。對於百姓，西漢朝廷徵收巨額稅金、罰金。西漢時的齊國，臨淄10萬戶，市租1000金，朝廷控制的都市數量在齊國之上，市租至少也有黃金2000斤。西漢還廣泛徵收罰金，罪犯在服刑外，有些需要額外繳納罰金，一些罪名也能通過繳納罰金贖免。史書及出土竹簡中常見罰金數兩乃至數斤，加在一起也是不少的數量。王莽篡漢後繼續搜刮，特別下令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，以致經過多年戰亂，到他敗亡時，大新國庫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匾，上有60匾，黃門、勾盾、臟虎、中上方處各有數櫃，這些加在一起就有至少70萬斤，大概相當於現在的170多噸。黃金憑空消失之謎，曾在西漢皇室貴族手中流轉的巨量黃金，到東漢突然消失，其原因可能有幾個。第一，黃金被改作他用。清人趙翼認為，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各地無不建寺，爭相掃象淘金，以天下計之，無累幾千萬，只最為耗金之道。在他看來，各地寺廟為佛像塑金身，消耗掉了西漢時期積累下的大量黃金。趙翼的說法當然不能成立，廣建佛寺是南北朝時期才有的事，而且為佛像塑金身也用不了太多黃金。但是趙翼的立論給了我們一個啟發，就是黃金的作用從西漢時期的賞賜、流通轉變為了打造飾品、器物。第二，很多黃金被埋入地下。漢代奉行厚葬，皇室、貴族陵墓中大都有豐富的陪葬品。漢文帝、漢宣帝的陵墓在西晉末年被盜，盜墓者得金玉彩帛不可勝計。其他諸侯墓以現有考古發掘看，陪葬的黃金不多。中山靖王劉勝夫妻墓出土金餅69枚，約1.2千克；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輪子金42枚，馬蹄金5枚，約1000克。目前發現陪葬黃金最多的海昏侯墓出土金餅、金板、馬蹄金、輪子金等近400塊，重約80千克。9中山靖王墓內部，由於西漢帝陵、王墓大都被盜掘一空，我們現在很難確知漢墓陪葬黃金的真實情況。